镜头个等下，咱过来，咱来关心高雄8月的是有民众伫新兴区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厝，看到这间透天厝的时间咧搭铁厝咧砍厝挂，也毋过呢，3个工人8悬8低，拢无防护措施。劳工局就表示，这已经违反治安法，会派劳检处去做劳动调查、劳动检查。总共真正有样违法，会当罚30万。工人有的徛，有的坐，伫铁皮厝顶悬哪行哪做事。其中一个差不多60几岁的工人，搁区拍伫厝厝顶含厝钱中伫施工。这个画面互看到的民众看一个拢惊惊，因为镜头远远来看，这3个人伫遐的所在是伫3楼悬铁皮厝的厝顶，但因无做任何防护。高度2公尺以上处所进行作业，没有使劳工使用安全带、安全帽等防止坠落危险的防护措施，已经涉及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的规定，劳检处已经派员进一步调查厘清。劳工局讲，若查证了是真的，会罚款至3万到30万。嘛，呼吁事业单位伫工课场的边边啊，也是开出的部分悬的所在伫作业，应该设置防落的设施，而且要求劳工确实使用个人的护具。伫高雄需要修理铁皮厝顶的需求，对3道2风台过了都无停过。像高雄大寮这间厝伫3道2风台过后，顶下靠外口的十工帮就破高高，等要2个月，车才有人来修理。真正时间摕袂出来，因为这迄个所在无伤济啊，阮袂当去甲人客按讲定时，拢只干那会当甲人客讲，阮尽量赶上紧的时间，甲你做，无法度工课量一定做到讲无法度甲人客讲确定伫什么时间安尼。不管是拍电锯、接铁件，还是扭彩钢棒，拢需要施工团队到场来处理。有时阵搁会无用到暗时8点半才会当食暗顿。有工程行讲，伫3道2风台进前，搁会当固定休礼拜，但是风台过后，一大堆人要修理，搁拄着欠工，订单真正是接袂了。但是赶工嘛会做好防护，因为加开10分、20分，甲家己保护好，就免烦恼讲无细节去发生意外，到时就要停工搁较长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